坛经做产品研究，以看心看境之辩证为中心。第4章，用大声朗读。大声朗读嘞，来念，然后用手机萤幕录影。有广告，请见谅。论云：心不见心，合则大师云：你心极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旨。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其性本清净，不待离垢或方净。不待断疑浊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就宝性论中，极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境。亦非心境界，不可以治之。谓若以治正之，即属所正之境。真之非境界，故不可以治正。瞥起照心，即非真之也。故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故云其性本清净，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境不待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异而不自悟。故佛开示皆令悟入，即法华中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从头开始录了。也可以查字典的，按那个几秒钟，然后开始。第4章分析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这是本篇论文重心所在。将探讨如下的主题：第1节经文用字探讨，包含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针对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来探讨，采用了胡适、义顺法师及顾伟康教授的见解。第2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之禅法，第3节六祖慧能反对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第4节南宗神会反对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第5节义顺法师及丁福宝居士与教授们的著作读后心得，第6节小节。第1节经文用字探讨。佛教界与一贯道道场是佛经的主要使用者，经典是佛陀或开悟圣僧的智慧法语，用于开示悟入佛陀的正知正见，令众生闻法后欢喜踊跃，信受奉行而得到功德利益，进而离苦得乐。研究六祖坛经的相关经论，除了第3章第4节第4项圣严法师的著作所提到的看法以外，还有笔者学佛以来所知道的，其内容如下。六部经典：楞伽经、金刚经、涅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论著：大圣起信论、达摩祖师论集，包含达摩四行观、破相论、悟见性论、血脉论、最上乘论、顿悟入道要门论、传心法要、谈真录。圣严法师在其名著《禅门修正旨要》提及禅宗不立文字，主张教外别传，但是中国佛教的大圣诸宗之中，禅宗所留下的文字最多。禅门修正旨要包含对六祖坛经、信心明、入道方便、方寸论等的研究，在自序中也提到，正确的禅者必定是戒定慧并重的切实修行者，不做浮光掠影的牵强附会，不为光影声色的境界。禅门修正旨要包含对六祖坛经、信心明、入道方便、方寸论等的研究，在自序中也提到，正确的禅者必定是戒定慧并重的切实修行者，不做浮光掠影的牵强附会，不为光影声色的境界所动，不因身心的任何反应而起执着。笔者认为那就是不看心不看境，才能见怪不怪，使其怪自败。他又强调，在《楞严经》《摩诃止观》等的叙述中，都针对禅修产生的幻觉幻境有明确的指示，要依教奉行，否则就容易魔境现前。承上所述，笔者发现大正藏的第48册内容可说是禅藏，而万心纂续藏经
的第63册到第73册也都是禅集。另外，方广昌教授也提供了禅藏外的资料，在 CBETA 电子佛典2009年、2010年版都可找到。第一项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2010年4月21日，笔者查阅新闻风出版公司出版的《大正藏》纸本，以及参考潘崇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附录之照片，研究六祖坛经、敦煌本与宗宝本两个版本的经文用字与校勘资料，找出有看心、看境的内容。以下是研究过程记录。A. 探讨看心、看境的文字资料。1. 潘崇圭老居士校订之《敦煌坛经新书》，函首抄本及照片，指2章。敦煌坛经，伦敦藏5475号卷子上下2栏字较少，北京图书馆藏8024号卷子上下2栏字很多，像打手抄本依据敦博本人子怡抄本只1栏。字很多，又有把字更正于旁边的痕迹。2. 大正藏，纸本内容在查阅后之摘录。纸本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7经部分摘录，第2007经属于定慧品部分，在338页 B 栏倒数第6行起。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第2007经属于坐禅品部分，在338页 C 栏至339页 A 栏。338页思栏倒数第7行起，与电子佛典相同，手段只有圆不着心，意不着境，使用着字之后都使用看字，如此则语义不合于后文解说前面主张的文脉发展。纸本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部分摘录。坐禅品部分在353页 B 栏，与电子佛典相同，经文都使用着字，下方校订栏从第13个注解到字后面有加号加，然后括号内有长的经文，仅抄录如下。然此门坐禅原部纸本大正藏此字几乎空白而无法判断，心意不着境。若起心，纸本大正藏此字几乎空白而无法判断，境却生境望，望无处所。纸本大正藏此字完全空白，者是望，境无形相。若着心着境，却障道也。很巧要判断的者或看字的地方共有3处。其中2处无法判断，1处完全空白无字。笔者认为最后保留着心着境，可见去除或模糊化的是看字。B. 研究与见证。以手指指出看字，并与旁边的研究生共同讨论伦敦藏5475号卷子，见证看心看境。讨论所看到的古写本文字，念出看心看境。印顺法师在《净土与禅》一书提到，坛经归宗宗密的圆觉经大书抄及代表北宗的作品，诸如《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大圣北宗论》、《大圣无生方便门》与《大圣五方便》、无题复赞禅门师，实为同一内容。后4种是北宗禅法相观点集的代表。又指出，坛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2门。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详细内容如下：坛经中说，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坛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2门。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北宗的禅风过去只是从坛经的时勤拂拭及归宗的圆觉经大书抄略知1、2。近代由于敦煌写本代表北宗的作品的发现，而逐渐明了出来。代表北宗的作品有关史传的《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而外重要的有《大圣北宗论》、《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
宗教研究西14卷2号，无题，大英博物馆 S2503，无题附赞禅门师。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无题附赞禅门师，实为同一内容，只是传本不同次第、详略、巨缺的不同而已，为北宗当时传授禅法的一种记录。笔者发现丁福宝居士所着的《六祖坛经兼注》一书，陈述了六祖反对北宗人禅法的内容，是在经文的第4、第5、第8、第10品，相关之经文内容摘录如下。第4品，又见有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第5品，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第8品，住心观境是并非禅。第10品，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另外第9品有一段内容可作为佐证，内容如下。第9品，薛简曰：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是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正起况坐耶？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圣严法师《法古全集》可找到道信的禅法，其中就有看心的内容，很值得参考。此外，释性禅、释宗正有篇文章，小于《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大于对坛经思想研究的帮助很多。禅宗讲成佛不在打坐，打坐不能成佛。六祖坛经不主张教人坐着看心观境、看境不动不起的修行法。第2项针对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来探讨。归峰宗密、禅源诸全集都序的内容很值得参考，内容摘要如下。论云：心不见心，菏泽大师云：你心即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指。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其性本清净，不待离垢或方净。不待断疑着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就宝性论中，即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净，亦非心境界，不可以治之。谓若以治正之，即属所证之境，真之非境界，故不可以治正。撇起照心，即非真之也。故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故云其性本清净，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净不待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异而不自悟，故佛开示皆令悟入。即法华中开示悟入佛之见。美国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制作的 EBS 下划线藏经阁禅宗专辑所附的史说部分提供的参考资料也可找到。看心、看境，其内容如下。1. 胡适论禅宗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胡适论禅宗所提到北宗看心、看境的禅法是在辟当时的禅学那一个主题内容。文中也引用神会语录来证明流通本六祖坛经坐禅品经文，这心着境是误写。胡适认为坐禅品的看心、看境都误作这心、这境。这是执着，绝不会有人叫人执着心、执着境。唐人写经，境、境不分，看、这亦混，故上文看心观境不误，而下文这心着境是误写。今取神会语录校之，便可知经本错误。呈上文有关神会语录的相关详细内容如下。神会语录远师问松岳普吉禅师、东岳降魔禅师，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只此以为教门。禅师今日何故说禅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
何名为坐禅？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若指下缺第3卷。又说，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障菩提，谓与菩提相应，何有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对佛教坐禅验坐的主张是反对看心看境及固守坐香的，依据的是《维摩诘经》，又以大乘禅定，不看心，不看境，也不避内外照的正确禅法，来避免虚妄心及驾施设。相关内容如下：不在坐里，若以坐为事，舍利弗验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呵。呵云：不于3界观身意，是为验坐。但一切时中见寂，无念者，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第1卷又说：问何者是大圣禅定？答：大圣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境，不观空，不住心，不成心，不远看，不近看。问云何不用心？答：用心即有，有即生灭，即无用，即无即无生，即无灭。问何不看心？答：看即是妄，即无妄，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住心即驾施设，是以不住。心即无处所。第1卷之末。语录中又有神会诘问成禅师一段。问：今修定者，原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答：今修定者，自有内外照，即得见境。以境故，即得见性。问：性即无内外，若言内外照，原是妄心。若为见性，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若指此定为是者，维摩诘即不应呵舍利弗验坐第1卷。此外，胡适认为想要知道坛经评论看心看境禅法的背景，必须先看神会这些话，然后可以了解坛经中所谓看心看境是何物。如果看心看境之说是普及和降魔的学说，则会能生时不会有那样严重的驳论，因为会能死时普及领众不过几年，他又是后辈，会能怎会那样用力批评？但若把坛经中这些话看作神会博普及的话，一切困难便都可以解释了。呈上文，但是印顺法师则认为评论是有可能的，因为神会的思想是来自六祖慧能的，神会凭普及，而六祖慧能凭神秀，这2件事是师资相承，而且合乎禅宗历史发展的。详细内容可看《无争之辩》一书第72至76页。2.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中国禅宗史提及唐代禅宗当时传禅的实录《大圣无生方便门》的记载，并且将静心、看心、守本真心、摄心与北宗五方便的离念门比较汇通，强调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2字，即照。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正，也就是即照者因性起相，照即者摄相归性的意义。上文最后一句，笔者认为前半是性空缘起千差万别，而后半是缘起性空总归一位。以下是相关的详细内容。1. 六祖慧能开示法门的正义。慧能不崇宗教仪式，不重看心看境等禅法，却重视德性的清净。讲见性成佛道，一定要3业清净，成为法器。离10恶业8邪道，这才有领受般若法门，起悟入道的分儿。
将深彻的悟入安立在平常的德性上，宛然是释迦时代的佛教面目。说道：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口念而要心行的。所说心行，只是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大正四八。三四众会能从自性开始，无相界也从自性开始，自性智慧。基于这一立场，批评了先定后会、先会后定、定会个别的定会说，直言坐不动，除念不起心的一行三昧说，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坐禅说，而一一表示法门的正义。二、从大圣无生方便门看北宗传禅情形。法如与大通神秀的开法传禅，是以念佛名令静心为方便的。这样的方便，在五方便中，就是第一总章佛体门，也名离念门的方便，正是《坛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北宗的开法方便，也是戒禅合一的。一、大圣无生方便门，先受菩萨戒，次传禅法。受菩萨戒的方便次第极为分明。受戒了，接着传授禅法，如大圣无生方便门说：和上向前远看，向后远看，四维上下一时平等看，尽虚空看，常用静心眼看，莫间断亦不限多少看。使得者，然一事能自身心调，用无障碍。这是当时传禅的实录。和是和尚，是禅法的传授者；子是佛子，指临坛受法的大众。这一静字是北宗禅的要诀。所以接着说，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地。原则的说，北宗是直视静心，顿成佛道的。主题宣示已了，和尚把法幕一拍，大家一起念佛。念什么佛，虽不明了，而北宗的传禅方便，是先念佛名，而后令静心，是确实无疑的。佛是觉意是心体离念，也就是湛然不动的静心，所以成佛要从静心去下手用功。据北宗原意，不是要你取着一个静心，所以先引《金刚经》说一切相都不得取。一切相不取不着，就是静心了。看就是观，用静心眼看，上下前后四方尽虚空看。依北宗的意见，我们的身心是蜷缩的，就是局限在小圈子里。所以用尽一切看的方便，从身心透出，直观无边际，无障碍。今日觉悟，故觉始心。所以使一边看，向前向后，上下十方，静闹明暗，行住坐卧俱看。故知觉即是主，心是始。所以学此始心方便，透看十方界，乃至无染即是菩提路。做了一回，也就是看了一回。和尚就问：见个什么？来学的就说：一物不见。若有物可看，那就这香了。这样的一再问答，一物不见，尽虚空观而没有什么可得的，就是离念的静心，就是佛。尽虚空看而一物不可得，就是看境。离念就是静心，静心就是佛。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就是身心不起，身心不起就是真如，就是解脱，所以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对于佛的开示指引，大圣起信论的决议，也就是心体离念。三、入道大方便以静心为目标，以看境的方便来摄心，以看境的方便来发慧。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地，以静心为目标，以离念为方便的北宗禅，在这离念门中已始终圆满了。
这就是法如神秀所传禅法的根本。玄则弟子净觉也特提静心为成佛要者，如说迷时三界有，悟即时方空。欲知成佛处，会是静心中，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离念门所开示，以看境观一切物不可得为主。以看境的方便来摄心，以看境的方便来发慧。普及所传的明心入定、住心看境，不外乎这一方便进修的前后阶段。等到真的一切不可得，到达离念境地，就是静心呈现。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照。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正，也就是即照者因性起相，照即者摄相归性的意义。上来是北宗的传授方式，学者在平时当然不用问答，只是先念一回佛，然后摄心看境。初学到尽虚空看，也还有次第方便。静心显现，就是正入法身境界。上文所言离念门与看心之关系，笔者认为需提出讨论的是，在五方便中，就是第一总章佛体门，也名离念门的方便，正是《坛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就是身心不起，身心不起就是真如，就是解脱，所以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对于佛的开示指引大圣起信论的决议，也就是心体离念。引文而一一的给予解说，古人称之为通经。北宗的解通经论是自成一格的。禅师们的通经是本着那个事实，如离念心体即佛，做不同的解说，与经师们不同。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照。普及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正，也就是即照者因性起相，照即者摄相归性的意义。上面三段引文在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是依序出现的，现在将要讨论的部分依先后顺序陈列如下。离念门的方便，正是《坛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笔者看了上述内容后，发现离念门与看心看境的关系正反面都有，先采用正面肯定的说法，而最后却出现反面的主张，但是仍然以肯定的居多。这或许是与佛教因明逻辑思考有关，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的方便法门，而离念门不等同于看心，因为要离念也可以不看心不看境，就像六祖慧能就反对看心看境的有违法一般。印顺法师认为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似乎要表达的是南宗人将神秀禅法的观心当作看心，而实际上看心是东山法门早就有的禅法，而且神秀的观心论的主张已经比看心还要深彻了。所以六祖坛经坐禅品主张的不看心不看境，是六祖慧能评论东山法门的另一系，
可能是旁之不如法者的，而不一定是专门评论神秀的，当然更不用说是评论普及了。如此一来就更不能等同于神会评论普及禅法的言论了，连带的六祖坛经更不可能是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造了。就算有可能是针对神秀或普及而评论的，那也诚如印顺法师在《无争之论》一书所说的是师资相承，合乎历史发展的。难怪印顺法师要对胡适郑重表明，只凭一部《神会语录》以辟当时的禅学为例，却不知道黄梅、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以来的一般禅风、念佛、静心、看心、看境，就想证明坛经是从《神会语录》中超出凑成的，这哪里能成立呢？印顺法师的其他著作也有谈论北宗看心看境禅法的内容，例如在《净土与禅》一书中，他主张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详细内容将在第2节第3项呈现。在《无争之辩》一书中，印顺法师认为要先知道黄梅东山寺看心看境的禅风，才能了解六祖慧能评论北宗神秀，而神会评论普及，两代之间师资相承，而且合乎禅宗发展史实的情形。在《永光集之起信论》与《福南大圣一行三昧语解脱道论》，印顺法师也谈论到坛经所批评的教人做原文做看心看境不动不起，正是这一行三昧的方便，常做念佛静心。然六祖慧能的禅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也还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法门，只是着重深意而已。此外，还有早在民国62年就有华冈佛学学报的发行人道安的文章《新书凭借中国禅宗史》，收在华冈佛学学报第03期，对当时的印顺法师有褒有贬，内容很值得参考，限于篇幅，读者可自行上网搜寻及下载阅读。3. 顾伟康《禅宗六变》提到的看心、看境禅法。顾伟康之文禅宗六变提及看心、看境内容如下所示。胡适引敦煌本《坛经》对当时禅学的批评。迷人这法相，只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着心，亦不着静，亦不言动。然后与《神会语录》对照，认为《坛经》批评的是普及、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禅法，故不可能是慧能说。印顺法师则指出，教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心，并非普及创立。自四祖道信元一行三昧入楞伽禅，其禅法则以常坐三昧为胜方便，传于弘忍，系然成风，结果东山门下流出非做不可的禅法。而看心、看境更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杜斐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参以传为弘忍所说的小于修心要论大于神秀所制的小于五方便门大于，即明慧能以前看心、看境，却为东山门下的旧传统。这种禅法，直到神秀弟子普及，降魔藏手中方概括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四句诀，故《坛经》与《神会语录》各有所指，绝不相混。既说《坛经》批评东山禅法，又说《坛经》代表慧能思想，那么慧能禅法从何而来？这里面不有矛盾吗？印顺法师说，慧能也出于东山门下，但是深一层的禅。印顺小于《神会语》《坛经》，大于《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大圣文化出版社 P123。按经论深意，禅并不是非做不可的，禅有常行的般舟三昧，常坐的一行三昧，又行又坐的方等三昧，行住坐卧的决意三昧。故东山门下看心、看境
的常作一派，仍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北宋学者杜肥早在《传法宝记》中感叹批评了今之学者将其念佛令静心为伪象之谈，不知为之，未得为德，悲夫！其物念性本空，焉有念处？静性已极，夫何静心？念尽都亡，自然满照于系。僧可有言曰：四世之后，变成明香，信矣。慧能改变了非做不可的禅法，不重行仪，不重事香，专门在实质上下功夫，于是就有念摩诃般若，而不是念佛静心的无相界，将一切从自身中去体见，更将趋向高远的东山禅法引向平常朴直，开出众生即是佛的新禅法。第三项针对禅藏及新编禅藏外典籍来探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出版的光碟2009年版包含了藏外敦煌禅集，该典籍由方广昌等大德提供3册，2010年版又有新增6册。笔者经由资料库搜寻找到与看心有关的资料有8笔，简要摘录如下。1. 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 35.1 第35页。言定心门者，由常看守心故，于五欲境界不乱不惑。由看心故，终不令乱。故维摩经云：念定总持，辩才不断。故云一名定心门。2. 禅测问答 46.1 第46页。问禅师：若为看心看心，心何所缘？答曰：定心宁极，无灭无生，非黑非白，非暗非明，非长非短，非住非行，无言无说，皎觉即停。故法华经云：如诸佛所说真实为妙法。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3. 关于禅藏与敦煌禅集的若干问题 421.1 第42页。由此我们知道敦煌文献中的卧龙禅师看心法，僧稠的大圣心行论，梁武帝问智公和尚修道，梁朝傅大士诵金刚经，扬州清禅师与女人问答师，筹禅师药方疗有漏，筹禅师解虎赞，王范智师庐山远公话等等，原来都属于禅藏。就目前情况而言，人们对达摩系的禅宗资料的整理工作做得较多，对非达摩系的这些资料则缺乏全面的整理。4. 七祖法宝记下卷 167.1 第167页。言定心门者，由常看守心故，于五欲境界不为乱惑。由看心，终不令乱。故维摩经云：念定总持。故言定心门。5. 七祖法宝记下卷 170.1 第170到171页。言定心者，由常看守心故，于五欲境界不乱不惑。由看心故，终不令乱。故维摩经云：念定总持，辩才不断。故云一名定心。言习心者，由常看守心故，习妄缘，归真心即定，故云一名习心。言争心者，由常看守心故，即见心中心，心术法攀缘妄想，却争缘心，虚妄不可得故。故云一名争心。6. 七祖法宝记下卷 171.1 第171页。言乐心者，由看心故，乐自己心，无障无碍，灵通迅速，而体常住不动，必就即灭，即涅盘香。故云一名乐心。言知心，由看心故，知心去来，知心生时，知心灭时，知过去心已灭不可得，未来心未至不可得，现在心不住不可得。由常看守心故，知心去来生灭悉常善。故云知心。言止心门者，由常看守心故，不令妄念折生，只念不生。故云一名止心。8. 大圣启示论 59.1 第59页。问作何物生，是不分别智？答：你但看心其处，即须觉之心从本以来清净，
不被外缘染，见因缘性空。因缘不空，世间参罗万象，君臣父母，仁义礼智信总不空。世法不得坏，若坏，是凡夫人，是生死人。知众缘之中，个个无主，和之时，亦无主力，体不可得，即是见性人。于分别中得分别智，常行分别的不分别，此事不坏世法得第一义，不坏威仪得第一义。根据方广昌大德的研究成果得知，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又叫做达摩禅师论，是中国僧人假托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所撰的典籍。书中论述禅门之法，先从禅定门顺序至安心门，共列举了15种禅门之法的名称。接着从安心门逆序至禅定门，逐一解释这些禅门之法的意义。从15种禅门之法的解释中可找到看心2字其中的安心。从15种禅门之法的解释中可找到看心2字其中的安心门，参考唯识观智而认为要常看守心才得，所主张的看守本心的看心，并非北宗禅法用静心眼看，往四维上下看的看心，字虽相同，但读音各是第一声、第四声。其详细内容如下：禅门之法，如经论所说，乃有多义，非直一名。一名禅定门，一名智心门，一名照心门，一名觉心门，一名察心门，一名正心门，一名知心门，一名乐心门，一名达心门，一名争心门，一名习心门，一名定心门，一名悟心门，一名住心门，一名安心门。何名安心门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诸境种种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从外来。迷是自心变作，知境界为是自心作此，观自然见何为是观智。为是者，遮全为义，遮却杂染虚妄之法，全取真如佛性者。不去不来，不生不灭，不取不舍，不垢不净，无为无染，无有自性，清净湛然，常名为是观智。故言一名安心门。此出唯识论，其中使用看守本心的占过半数，而且多达12种，就是1安心门，2住心门，3定心门，4习心门，5争心门，达心门，7乐心门，8知心门，9正心门，10察心门，11觉心门，12悟心门。至于智心门是用降伏，照心门是要照自心源，而禅定能觉念，定即无思。心无思念，体性明净，离诸结缚，名为解脱。笔者看后认为禅是要离相入本心，达到一心无二念，如此则明心见性而无执着，定是要定住而无妄想，分别的混乱，达到舍是用根，离心意是而自性如不动无住的境界。最好能止观双运，定慧等持，做到无住生心，生心无住的境界，如此则可免落入无想天、四空天的歧途。笔者认为以上所说的种种境界，用唯识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转世成智的境界。第4项针对大正藏古亦不疑似不典籍来探讨。古人可能认为是要打坐看守本心，而这就与8世纪初期北宗禅法相似了。因为道宣在《释门归静仪》中就曾经提到文殊十理的名称了。文殊师利菩萨无相十理也提到看心。文殊师利菩萨无相十理也提到看心，内容如下：清凉山中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端坐正看心，心意不可得，至心归命静理，真如法身佛，无色无形象，无根无住处，不生不灭故，静理无数观，不来亦不去，不取亦不舍，远离六入故，出过于三界，等如虚空，诸欲不染故，于诸威仪中，去来即睡悟，常在三昧故，去来悉平等，以住于平等，不坏平等故，入诸无相定，见诸法极净，离诸极净故，诸佛虚空相，虚空亦无相，
离诸因果故，虚空无终边。诸佛身亦然，心同虚空故，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法，不分别世间故，诸法犹如幻，如幻不可得，离诸幻法故，一切平等理，无理无不理，一理遍含世，同归实相体，普为四恩三有及法界众生同如如。归命忏悔至心忏悔，我于30求罪性，内外中间心实无，以无心故诸法集，三毒四倒悉皆如。忏悔以归命离法身如来至心劝请，一切诸法本不生，以无生故何有灭？不生不灭性常住，唯愿诸佛莫涅盘，令诸众生照本性，自然游戏涅盘城。行者但能照五蕴，无我无人两边空，劝请以归命离法身如来，至心随喜，法本不贪亦不畏，物我不疑亦不异。第二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知禅法。第一项禅宗简介。圣严法师有文章介绍禅宗的渊源、传播与在中日两国的发展概况。文中强调佛教宗派在中国维持最久、传播最广、最受欢迎的就是禅宗。曾经在唐宋时代发展成5家7宗，到宋代以后逐渐剩下临济宗及曹洞宗这2大支流。又指出禅宗虽然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而禅宗的著作数量在中国佛教史上为各宗之冠。笔者发现大正藏第47册含有很多禅师语录，第48册都是禅宗的著作，含有6组坛经与名为语录、广录、歌、集、规、训、观、诀等的禅宗典籍。在第51册还有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契松大师所传的传法正宗记。在第52册有北山录、契松大师所传的坛经文集。在第85册有很多禅宗典籍，例如无心论、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大圣无生方便、北宗神秀的五方便、大圣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大圣北宗论、楞伽、师、资记、净觉所传、传法宝记并续、杜匪所传、赞禅门师等，其中大量被印顺法师所引用。另外，万心纂续藏经诸宗著述部的第63册至第73册，以及史传部第78册至第88册，大多是禅宗典籍，而且大半是语录。总之，大正藏的诸宗部、史传部、古义部疑似不及万心纂续藏经的诸宗著述部、史传部都有禅籍。此外，方广昌大德整理的藏外典籍也含有禅籍。以下是圣严法师的见解：禅宗发源于印度，成长成熟于中国，之后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相传释迦世尊及其第一大弟子摩诃迦叶在灵山会上，前者拈花，后者微笑，是为禅宗第1代祖师。此后代代相传历28世，至菩提达摩时传到中国，成为中国的禅宗初祖。又经过5传，到第6祖慧能大师，完成了禅宗不拔的基础。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然而禅宗的著作从菩提达摩到6祖慧能为止，却引用了不少的经典。嗣后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诸宗之中，留下著作最多的也是禅宗。其原因是为了说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更需用大量的文字。佛教在中国，禅宗是最受欢迎的一派，维持最久，传播最广。在唐宋时代曾发展成5家7宗，到宋以后逐渐剩下2大支流，即临济宗及曹洞宗。日本的禅宗传自中国的宋朝，所以也只有这2个系统。由于以上因素，现在在世界各地谈到禅这个字，就会使人想到禅宗。第二项19种禅学。禅学是佛学的核心。禅学家福农指出，禅无深浅，物有差别，物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为小乘禅，物我法皆空所显之真理而修者为大圣禅。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本自具足，妙智正信此心是佛，
即性事法，依此而修者是上乘禅，又名最上乘禅。从他的研究得知有19种禅学，善法与不善法都有，大部分都是如理如法的，但是也有少部分是不如理如法的。在他的《禅学指南》一书就列举了8种最上乘的禅学。可见学习禅法是要看悟性或识结因缘的。有的人学到形而下的皮毛技巧，较少数的人学到形而上的精神道，就像《论语》子罕篇李至圣先师孔子所说的：可与共学，未可与士道；可与士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另外，还有大觉禅寺住持灵源提供的《禅学指南》赞颂，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心性思想的核心精华都标举出来了。详细内容如下：教外别传、顿超本旨、宗成一唱、三藏绝拳、善恶不思、心如墙壁、内心无喘、外习诸缘、乐乐常知、绵绵入道、湛然恒极、本体现前、更莫迟疑、死心塌地、猛着精彩、努力参玄、剖析毫芒、真常独录、灵光发照、普摄大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本无心佛、一枚中边、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脱体无禅、究竟清净、无清净念、连无亦无、契合本然。民国49年佛诞日时，方大觉禅寺住持灵源仅赞有关19种禅学的名称及内涵。原书有详细介绍，提到最上乘禅又叫做如来清净禅，也称为一行三昧，或是真如三昧，那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又指出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是由仰山对楞伽经所说的如来禅而成立祖师禅的，就是以如来禅为教内禅，以祖师禅为教外别传了一至极之禅。但是其余内容，因为本文限于篇幅，所以只陈列名称如下。禅学之道，乃参禅学道之道，即见性成佛之道也。禅学有19种之多，若不具足参学的眼光，误入邪禅非禅，真可叹矣。19种禅学者：1. 口头禅； 2. 鹦鹉禅； 3. 野狐禅； 4. 左括号问号音译同禅、子禅； 5. 黄杨禅； 6. 枯木禅； 7. 葛藤禅； 8. 文字禅； 9. 九代禅； 10. 老婆禅； 11. 雅梦禅； 12. 如来禅； 13. 祖师禅； 14. 棒喝禅； 15. 一指禅； 16. 一味禅； 17. 一字禅； 18. 三字禅； 19. 上乘禅。上来所说19种禅者，1至4为宗门所不应有，5至6虽可有而无法测尽。此2种禅名死水潜活龙，为第7葛藤禅，不可亲近，亲近则烦恼增重。其余皆可参学，为棒喝禅是眼第一，为顿悟法门也。但是顿根利器者门门皆可顿悟，顿超者法法即可顿超。见性者时常见自本性，明心者处处即明真心，明即是心，无心不明，亦即明法，见即是性，无性不见，见性即是见佛，法法不离自性，佛佛不离真心，自性三宝本来具足，不驾他求全凭始至，以彻底顿悟为目的。中台禅寺发行的《习禅讲义》对禅那或禅定的7种别名、静坐的方法、静坐应注意事项、修禅之目的等有详细的介绍，笔者摘要如下。禅定的7种别名：一大圣一章13曰，禅定别名不同，略有7种： 1. 明禅； 2. 明定； 3. 明三昧； 4. 明正定； 5. 明三摩提； 6. 明奢摩他； 7. 明解脱，亦曰被舍。禅者是中国之言，此番名思维修，心意曰静虑，亦云功德丛林。至于禅的种类则有： 1. 世间禅。1. 外道禅代义寂而修6行观，名外道禅。2. 凡夫禅正信因果而修6行观，名凡夫禅。注：6行观即心厌观下厌苦、粗、胀、上心静、妙、离。2. 如来禅。1. 小乘禅。
一、悟我空偏真知理而修者，名小乘禅。二、修五停心观，四念处，八背舍，十一切处等事。二、大圣禅悟我法两空，所显真理而修者，名大圣禅。三、出世间禅若修次第三观，先从驾入空观，次从空入驾观，后乃双离空驾，入中道第一义观，是名出世间禅。四、出世间上禅若于一法圆观空驾众三谛，即空即驾即众，三即三变，三一三义，辗转修习，归于中道了义，是名出世间上禅。三、祖师禅，顿悟自性，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自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习者，是名祖师禅，亦名最上乘禅，又名如来清净禅。上文所述最后一项在符浓缩着《禅学指南》一书是主张，最上乘禅又叫做如来清净禅，也称为一行三昧，或是真如三昧，那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实在说来，祖师禅的最上乘禅容易与如来禅的出世间上禅混淆，而笔者认为祖师禅是彻悟如来清净明慧的禅法，因为六祖坛经提到，自古佛为传本体，师密复本心。禅宗历代祖师都是开悟即明心见性，证悟自性的禅修者。在禅定的重要性部分提到，一、禅与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之关系。二、禅定是入福德、智慧之门。在修禅的方便则提到，一、调身、调息、调心；二、却五识，色、声、香、味、触；三、除五盖，贪欲、嗔恚、睡眠、调举、疑；四、行五行，欲、善法欲、精进、念、一心、定、巧慧。在禅定的次第就说明了：一、久住心内住、续住、安住、静住、乐所观之境、调顺、极静、最极静、专注、一静。二、三病态：一、隐没、暗正而为观慧；二、有垢、暧昧；三、无记、境界不分明。在修禅之目的则举出：一、唯得现法乐；二、唯得圣之见；三、唯得分别慧；四、唯正诸无漏。至于静坐的方法及姿势，则是实修经验的传授，特别叮咛。坐时不免双腿酸麻疼痛，需忍耐练习。先可由10分钟练起，纯熟后慢慢增至1刻，乃至20分、30分、1点钟，随自己的志趣因缘而定。不可骤然勉强忍耐，坐得太久，否则会伤筋骨。如觉得非常酸痛难忍，可用小垫子将臀部垫高3至4寸。练熟后即可抽去，不用为宜。如果腿子太硬，很难加敷时，可多礼佛忏悔，用五体投地最敬礼，紧缩方式亦可软化筋骨。在静坐应意事项提到，静坐时全身毛孔张开，应注意两腿、膝盖及颈部、脖子，免受风邪侵袭。如在当风处，可用盖腿布盖住两膝。颈部、脖子切勿靠着窗户。下坐时不可太快，先须慢慢轻轻摇动两肩，然后渐至腿部徐将腿放下，免伤筋骨。其他如衣裤要宽大，饭后需休息约40分钟左右最为适宜。初学静坐时，需选择宁静之处，使闲杂人等不要在周围打扰。在静坐时慎防他人前来推动身体，免受惊失定。如果定境现前继续静坐，坐前需交代左右之人，遇有急事可用引磬，或用其他音响之类，在耳边敲击出声，闻声出定，免生意外。从佛教医学的立场来谈禅学，那么名称又有不同了。读者可上网搜寻以进行研究。第3项，东山门下的北宗禅法。北宗禅法看心看境，是与禅坐前总静心念佛有关。从印顺法师所着的中国禅宗时可发现，禅宗典籍多处出现看心看境的字眼。至于其真实意义，
可参考义顺法师的解读。前文第一节有提到，他强调离念门不是看心，认为看心是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系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依照此意，则看字应念作看护、看管的看，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照。该书文中也提到，道信禅法类似天台宗，指观法门之处，以看境类似观，而摄心、看心、守本真心类似指。详细内容将在下文依序探讨之。一、道信禅门的纲领与禅法三大特色。中国禅宗史提到，道信引入楞伽禅，致力卓越的安心方便，而这件事对于东山法门的大发展，以及后来南能与北秀的对立，都有深远而重要的关系。详细内容如下：道信禅门的纲领。达摩以来的诸大禅师，大都不出文记。流传下来的，或是门人的记录或辑录，也有别人所作而误传的。道信在双峰红禅也传有这样的作品，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6下说，信禅师在场禅门与内流部有菩萨戒法译本，即至入到安心要方便门，唯有缘根属者说。博此法要，一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一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PGP 52净觉传楞伽师资记约为7207清，离道信的去世651不过70年。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是根据玄泽的楞伽人法志的，玄泽是道信的再传，弘忍的弟子。在传承的关系上、时间上都相当亲切，不可与晚唐以来的新传说并论。道宣667去世，为道信去世后16年所作《续僧传》卷20附编，说善福右上金香，其不见信禅师，是以入道方便。大正51603上。道信以入道方便，入道安心要方便，教人道宣已经知道了。天台学者金溪湛然711782在指官府行传弘诀卷2之下，大正46184下也说，信禅师原用此文殊说般若经以为心要。后人承用，情见不同，致使将表经和禅宗乖护。道信以文殊说般若经为心要，也与神秀所说相合，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90上中说，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秉齐州东山法门。问：一何典告？答曰：一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楞伽师资记所传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代表了道信的禅门，是确实的、难得的珍贵资料。道信当时弘开的禅门，在上面所引的文句中，就显出了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一、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依照义顺法师的看法认为，楞伽师资记所传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代表了道信的禅门，而且是确实的、难得的珍贵资料，并且从中归纳出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又认为道信以文殊说般若经作为心要，也是与后来的徒孙神秀所说相合的。接着引用了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90上中做证明，所引用的内容是：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秉齐州东山法门。问：一何典告？答曰：一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由此也可知神秀的禅法是源自师祖道信的。以下将依序做详细的探讨。达摩以来的诸大禅师，大都不出文记。流传下来的，或是门人的记录或辑录，也有别人所作而误传的。道信在双峰红禅也传有这样的作品，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6下说，信禅师在场禅门与内流部有菩萨戒法译本，即至入道安心要方便门，
唯有缘根属者说。我此法要：一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一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是根据玄泽的楞伽人法制的，玄泽是道信的再传，弘忍的弟子。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如下：一、戒与禅合一。印顺法师的研究显示，道信使禅与菩萨戒行相联合，以便为道俗所共修。至于菩萨戒之事，则提到从南能北秀的戒法，以自性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来论，可以想见是采用梵网戒本的。他确信道信的戒禅合一是受到了南方极可能是天台学的影响的。详细内容如下：弘忍门下的开法传禅都与戒有关。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兼受无相戒，是戒禅一致的。神秀五方便的离香门在正受禅法以前，先发愿请师，受三归，问五能，忏悔，受菩萨戒，完全是受菩萨戒的次第。正受菩萨戒，如大圣无生方便门大正851273中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神秀所传的以佛性为戒与一念净心顿超佛地的禅门也达到一致的境地。一、楞伽师资记所说，道信有菩萨戒法，又有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弘忍门下的禅风，禅与菩萨戒相合，原来是秉承道信7世纪前半的门风。这点极关重要。二、楞伽与般若合一。印顺法师指出，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可以彻底消除一般人的误会，楞伽禅与般若禅的分别，达摩与慧能的对立看法。至于道信为何会将楞伽与般若文殊说般若经相融合而成立入道安心要方便的禅门，印顺法师的看法是认为道信曾经游学南方，而深受南方般若学的影响。当道信在吉州时，早已叫人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了。等到在湖北双峰山的东山开法，就将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制为入道安心要方便门，而成为楞伽与般若统一的禅门了。又主张道信的时代，楞伽与文殊般若早有融合的倾向。由于误解般若为即空的妙有，而不觉得与楞伽如来藏性有任何差别的，因而导致道信制定了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印顺法师做了一个结论说，楞伽经诸佛心第一是达摩禅的旧传承，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为适应时机的新综合。在禅者的悟境，这两部经是没有不同的，方便不同，但摩诃般若波罗蜜在达摩禅的传承中越来越重要了。三、念佛与成佛合一。印顺法师认为，禅宗南宗慧能与北宗神秀的对立，主要是受了道信引入楞伽禅智力卓越的安心方便这件事所导致的，而且这是对于东山法门的大发展也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关系。又提到后代禅者常说的即心即佛，不是禅者所创说的，而是大圣经中与两种念佛之一的唯心念佛有关的三昧。此外，从念佛说可进而知道，文殊说般若经是在般若无相法门中应用了唯心念佛，而归于法界无差别相的法门，达到一行三昧的实质。详细内容如下： A. 念佛是大圣经的重要法门。在中国，自庐山慧远结社念佛以来，称念阿弥陀佛成为最平易通俗的佛教。达摩禅凝住闭关，圣凡亦如，原与念佛的方便不同。道信引用了一行三昧，息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念佛心就是佛。道信的入道安心方便是这样的方便。逼念佛而成佛，双峰禅门才能极深而又能普及。
从弘忍门下的念佛禅中，可以充分地明白出来。梁曼陀罗先所译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有一行三昧。经上所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所引的是这样。大正8731经上所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所引的是这样。大正8731上下，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持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是般若经的根本法门。此外，佛又提出能速成佛道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实质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以法界无差别相为信念而成就的三昧。B 一行三昧与大乘念佛法门二大流的结合。有关道信以一行三昧与楞伽法门相结合，致力入道安心要方便，而显出了法门的特色这件事，印顺法师认为是道信整合了大乘法门中念佛的两大源流，实相念佛与唯心念佛，而使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门展开了。详细内容如下。大乘法门的二大流：一、以般若经为主的念佛，是实相念佛；二、以华严经为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诸佛现前，都是唯心所现的。与阿弥陀佛有关的念佛也是这样，如《佛说般舟三昧经》大正13899中下说：心作佛，心有想是痴心，无想是涅盘。观无量寿佛经大正12343上也说：是故汝等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而误入唯心所现，于是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门展开了。C 神秀五方便与五教止观的关联。印顺法师还举出其他论著证明，一行三昧为佛教界所重视，因而有道信将它融摄于达摩传来的禅法中的发展。也提到神秀五方便中的后三门的次第与内容，恰好与五教止观的后三门相合，进而认为神秀安立的禅门是受到杜顺所传发展而成的五教观门影响所致。而禅宗与显首宗华严宗的契合，也就奠定了教禅一致的基础了。其他详细内容将在以下文中呈现。此外，印顺法师举弘忍门下的净重四仪派的无相所传禅法的三句用心无念、莫忘、无意来比对六祖坛经所说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肯定那是达摩、道信、弘忍以来的禅门心要。又认为无相可能见到了坛经古本，而更可能是从东山门下不知名的禅者受得与慧能所传得的是同源而别流的禅法。详细内容如下：东山门下分化于现今四川省方面的不在少数，其中净重四仪派极为重要。净重是继承弘忍下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北智深的法脉。智深曾受则天的礼请入京，在资州德纯寺前后30多年，约6772。长安2年72，以94岁的高龄去世。弟子楚吉，俗姓唐，人称唐和尚，在德纯寺继承智深的法脉20多年，开元20年732去世。继承人为无相，俗姓金，新罗人，人称金和尚。移居成都的净重寺，成净重一派。无相在净重寺开法传禅的情形。无相所传的禅法，先引声念佛，然后习念无意无念莫忘坐禅。这一禅法方便与其念佛令静心的方便明显的有一致的迹象。而无意无念莫忘三句为净重禅的心要，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众说：
我此三句语是达摩祖师本传教法，不言是深和尚、唐和尚所说。我达摩祖师所传，此三句语是总持门。念不起是戒门，念不起是定门，念不起是慧门，无念即戒定慧具足。过去未来现在恒沙诸佛，皆从此门入。若更有别门，无有是处。无相金和尚继承了至深处级的禅门，而心要三句语却自以为直从达摩祖师传来。这三句语归结为一句无念，无念就是戒定慧具足。这与坛经及神会所传的禅法不是有一致的情形吗？坛经的法门是般若，就是无念法。而在方便上也安立为三句。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大正四八。338下。如与无意无念莫忘相对此，那莫无念不消说是无念了。莫忘与无相相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称为无相。无意于过去而不顾恋，不异者，那就是无住。坛经大正四八。34上又说，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原作意、无者、莫起、原作去、狂、原作谁妄。无念、无意、无者、莫起、狂妄，不就是无意无念莫忘吗？坛经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是有传承的。而悟此法者，不是别的，即是无念、无意、无者、莫起、狂妄。这是达摩、道信、弘忍以来的禅门心要。无相到中国来，是开元16年726，不久就进入四川。无相在京落实神会所传的禅法还没有流行。无相可能见到了坛经古本，而更可能是从东山门下不知名的禅者受得这一禅法。这与慧能所传得的是同源而别流的禅法。有关东山门下的宣神宗传香念佛的禅法，印顺法师是引用宗密在禅门师资承习图及圆觉经大书抄的内容来说明宣神宗的传授特色，与净重一样，也是集重传授而做短期的修习。受法时先要传香，是与受菩萨戒有关的。详细内容如下：东山门下的宣神宗，如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序14。279说，即南山念佛门禅宗也。其先亦五祖下分出，法名宣神。果州卫和尚，阆州孕育，香如县泥一城皆弘之。余不得知秉承师资招募。宗密在禅门师资承习图中也说到，果浪宣神，这是弘化于嘉陵江上流的禅门。宣神宗的传授禅法，如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序14。279说，宣神的传授与净重一样，也是集重传授而做短期的修习。受法时先要传香，是这一系的特色。传香与受菩萨戒有关，如晋王炀帝为帝以前的封爵，从智者受菩萨戒时，大正566上中说，今奉请为菩萨戒师，便传香在手，而剪下垂泪，即于内地公传戒香，受律以法。传授时先开示法门道理，然后教授禅法。以念佛为方便，先念一字佛，就是只念一个佛字。先引长声念，渐渐的低声念，再渐渐的微声念，声音轻到只有自己听到。再不用出声音念，而是一响在念佛。一响还是粗的，更为细的是心念。心应指肉团心中，通俗是以此为心理作用根源的，亦是源头，存想有佛在心中。这还是有想的，更为细到想念不起，心佛不二，即心即佛，那就是得到开悟了。这是念佛静心的又一方便。念一字佛，从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一佛名而来。始终以念佛为方便。
始终以念佛为方便，到达离念得道与入道安心要方便的主体部分。二、弘忍的禅法。黄梅五祖弘忍禅师的身世，《林间录》记载他幼年时随母乞食，乡里的人都称呼他叫做吴杏儿。有一天四祖道信禅师在黄梅的路上遇见他，就开玩笑问他说：“你姓什么？”他回答说：“姓是有的，但不是一般人用的姓。”四祖说：“什么姓？”回答说：“是佛姓。”四祖说：“你是无姓吗？”他回答说：“因为自性本空，所以没有。”四祖就向他母亲化缘，好让他出家。当时他才7岁。以上内容出自《通载并林间录》，由五祖对空的理解为无这一点。笔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对佛法义理的理解，可能是受了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影响，而未必完全是正确的。因为现今多位弘法者都认为空不是没有，而是有的突破与进化。在大正藏第48册第2011经是五祖弘忍禅师的最上乘论，又名为修心要论。圣严法师认为五祖主张守心为入道要门，也是涅槃的根本。最上乘论是在说守本真心的坐禅观心的法门。详细内容如下。弘忍着有最上乘论一卷，敦煌出土其周忍大师修心要论一卷。依照此书所说，弘忍主张守心为入道要门，亦为涅槃之根本。他是说了守本真心的坐禅观心之法门。道信及弘忍等的禅风，当时被称为东山法门，或称为东山宗，可见已形成了禅的门户之风。弘忍门下初有神秀，西元76年即慧能，西元638-713年，形成了一般所说的北宗禅及南宗禅的两大流派，即所谓南顿与北渐。三、神秀的五方便、看心、看境之禅法。圣严法师的《法古全集》很清楚地显示了神秀禅法的性格与渊源，内容如下。神秀在他50岁失世弘忍以前，已是一位精通儒释道三教，并曾经过了6年修行之学者，故被推为弘忍门下700人中的上座。长寿则天武后抬举，忧郁以国师之位。他着有《观心论》一卷，主张只有观心一法为佛道之最要，可知他是真的传承了道信及弘忍等坐禅观心的思想。从传下北宗禅思想的《大圣五方便》一卷中，也可以明确地见到顿悟的性格。北宗禅虽以赞成见悟的主张为通说，但也不是没有其他想法的存在。印顺法师在《净土与禅》一书对神秀看心看境的禅法说明得很详尽。先从历史发展来谈五祖门下的北宗，以嵩山为中心，而弘化于当时的政治中心东、洛阳、西、长安二京的情形，以及北宗的形式近似东山法门的学派，来强调神秀只是北宗的代表人物而已。再从归峰宗密的著作以及敦煌写本的相关典籍来说明神秀禅法的根源与特色，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一行三昧的修持方便是否与北宗一样，当然还待研究。然在形式上，东山法门以般若的一行三昧为宗即成佛道，北宗的修法也可说最近似了。以下是印顺法师对神秀的五方便、看心、看境禅法的详细介绍。他强调，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内容大要如下。代表北宗的作品有观史传的《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而外重要的有《大圣北宗论》、《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宗教研究》新14卷2号，无题，大英博物馆 S2503，无题附赞禅门师。大圣无生方便门、大圣五方便，无题附赞禅门师，实为同一内容，只是传本不同次第、详略、句缺的不同而已，为北宗当时传授禅法的一种记录。
代表这一禅门的是五方便：一、总章佛体离念门；一、起信论；二、开智慧门不动门；一、法华经；也通释、金刚经；维摩诘经；华严经；三、显不思议门；一、维摩诘经；四、诸法正性门；一、思义经；五、无碍解脱了无异门；一、华严经；坛经中说，又见有人叫人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坛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其余三门只是以此解通大圣经义。所以归峰称之为浮沉看境，方便通经。不动门虽参合了涅盘经的文不文四句，而实则与楞严经有关。坛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其余三门只是以此解通大圣经义。此外，义顺法师也在中国禅宗史提到禅宗北宗与华严宗的关联，认为神秀安立的五方便禅门后三个是受到杜顺所传发展而成的五教关门影响而有，也因此奠定了教禅一致的基础。详细的内容如下。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在中国佛教界早已受到重视。智者于开皇14年594在玉泉寺说摩诃止观广明大圣的四种三昧，常做的就是一行三昧。更早些，传说为真谛553译的大圣起信论也引用了一行三昧，如大正32582上中说：若修止者，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随顺得入真如三昧。复次，一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唐译作一相三昧。起信论的真如三昧，可说是天台体真指。但修行方便，是为心观次第，先以心浅净，再以心除心。一行三昧为佛教界所重视，道信就融摄于达摩传来的禅法中。五方便中的后三门，次第与内容恰与五教止观的后三门相合。第三节六祖慧能超越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六祖法宝坛经常被佛教电视台弘法的法师引用，其义理可配合如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历史上就影响到宋明理学的诞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以下僧赞僧的推荐内容是更有助于南宗禅法的兴盛的。六祖坛经内容言简意丰，理明释备，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义，一一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临济宗、归养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诸大祖师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门庭显峻，启迪英灵纳子，奋志冲关，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周遍四方，规模广大，缘起五家纲要尽出坛经。第一项，中国禅宗史的论点。从义顺法师的成名大作《中国禅宗史》可得知，六祖慧能大师评论北宗人看心看境的禅法，详细内容请看以下的叙述。一、论慧能的传禅方便。义顺法师认为，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都是继承道信的遗风戒禅合一。至于六祖慧能在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与受无相戒合一的。详细内容如下。代表慧能禅的有《坛经》一卷。《坛经》是否为慧能所说，近代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据我的论证，如下第6章说，《坛经》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主要为慧能所说的。
大梵寺说法不是弟子间的应机问答，而是开法或称开源的记录。开法是公开的，不择根基的传授。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都继承道信的遗风戒禅合一。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与受无相戒合一的。这一部分现有的各种坛经本字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致相同的。无相戒部分内容为见自性佛、自性度众生等，自性忏、皈依自性三宝，一一从众生自性去开示，所以名为无相戒。别本还有传五分法身香，这都显然为菩萨戒与自性般若融合了的戒法。二、慧能的禅法与般若空慧合一，代表先圣所传的法门正宗。有关六祖慧能禅法大要，印顺法师强调了三无思想，详细内容如下。禅法部分，方法是定慧为本，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见本性不乱为禅，以明禅法的深意，首先就揭示了2点，如大正48、337上、338中说善知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愿闻先圣教者各须静心。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慧能以身作则，自静心神良久，然后开示，要大家静心，以静心来领受般若法门。为什么要静心？因为大正48、34中下，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不得自悟。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笔者在第一节曾引用中国禅宗史所谈到的慧能批评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个别的定慧说，直言坐不动，除念不起心的一行三昧说，看心、看静、不动、不起的坐禅说，就是在宣示法门的正义。至于静心与看心的关联，印顺法师强调北宗看心原意也是不执着心的，内容如下：念佛停止下来，要坐禅了。佛是觉意是心体离念，也就是暂然不动的静心，所以成佛要从静心去下手用功。据北宗原意，不是要你取着一个静心，所以先引《金刚经》说一切相都不得取。一切相不取不着，就是静心了。看就是观，用静心眼看，上下前后四方尽虚空看。依北宗的意见，我们的身心是蜷缩的，就是局限在小圈子里。所以用尽一切看的方便，从身心透出，直观无边际，无障碍。从上文可知，北宗看心原意是不执着心，是要用静心眼看到无一物之无相，目标与宗旨都很高尚。然而实际上，如果见地上还未开悟，则是无法达到的。有鉴于此，六祖慧能评论北宗看心看静的禅法，他的出发点也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北宗似乎从事上修见长，而南宗似乎从理上悟见长。基于唐代会昌法难导致的时空不济等诸多因缘，后来禅宗的历史发展是走向戒、教、禅合一的。然而戒律是佛行，教诲是佛语，禅是佛心，遵照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使戒定慧具足，依此而修，才能理事圆融，世事无碍。至于先圣传来的法门正宗，印顺法师强调了六祖慧能的三无思想，然后加以阐扬，而认为悟般若三昧就是无念。而且从顿悟见性来说，无念是禅宗南宗的宗要。详细内容如下：坛经大正48、338下说，善知识，佛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一坛经说，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
指人类当前的念念相续，心就是本性，于一切法上本来就是不住着的，这叫无住为本。可惜人类迷却本性，念念住着戏服了。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只要能于自念上离境，不于境上念生，那么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这是反迷其悟的关要，所以说无念为宗。这样的念念不住不染，于一切相而离相，显得性体清净，所以说无相为体。这三者是相关的法门安立，从顿悟见性来说，无念为此宗宗要，所以大正48。三四下说，若是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者，见一切法不这一切法，辨一切处不这一切处。常静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基于平常的静心，把握当前的一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从直节切要来说，这却是直节切要极了。第二项，无争之辩得论点。此外，在《无争之辩》一书中也有相关内容。印顺法师针对《坛经》中被胡适认为是神会批评普及的内容做寻根探源，结果发现，《坛经》虽然有部分内容看来是批评神秀门下普及的禅学，但是普及的禅法是源自六祖慧能生前，甚至更早时期就有的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禅风。详细内容如下：坛经所批评的是普及所创立的吗？如普及有所秉承，在慧能生前，或者比慧能更早，这种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禅风已经存在，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慧能的批评呢？普及是慧能的后辈，慧能当然不会批评普及的。胡适一口咬定，坛经所批评的是普及，只是凭一部神会语录。其实禅宗史的发展是不能凭一部神会语录而可以充分了解的。如一行三昧出于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梁曼陀罗先所译。四祖道信在双峰620651引用了一行三昧与楞伽经的诸佛心相统一。智者在玉泉寺说，摩诃止观早就以一行三昧为常作三昧。道信引用一行三昧也是重于作的，如杜匪约713清作传法宝记说，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作，作为根本，能作3-5年，得一口10赛机窗，即闭门作。莫读经，莫供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做原是禅的好方便，道信是重视一行三昧而常做的。禅有常行的般舟三昧，常做的一行三昧，又行又做的方等三昧，在行住坐卧一切生活中修的决意三昧，做只是学禅的一种形式而已。但一经道信提倡，门下系然成风，终于东山门下，极大多数以为禅非做不可，这就是慧能所要批评的。不动不起，就是迷执一行三昧法相的，直言做不动，除妄不起心，这那里是出自北宗门下的普及。什么是看心、看境？这也是渊源于道信，经五祖弘忍而大为发展起来。如杜匪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自弘忍以来，念佛、静心、看心、看境，成为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如传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传为神秀所制的五方便、第一离念门，都是这样，这都是慧能生前的事。印顺法师还引用北宗神秀的门人杜匪的传法宝记所记载评论北宗静心流于形式的内容作为旁证，肯定坛经所批评的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风。
义顺法师更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六祖慧能也出自于东山门下，但是所传授的是深一层的禅。神会语录里批评当时禅学的文句，正因为神会的思想是承袭自六祖慧能的，所以也就有部分与坛经相同了，但不能以偏概全，本末先后倒置，反而认为坛经是神会或他的徒众所造的。最后义顺法师认为慧能批评神秀，实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神会批评普及，师资相承，与历史是完全符合的。详细内容如下。到了神秀弟子普及，降魔藏手里，精简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四句诀，这是见于神会语录的。神会一再反对的以四句诀为主，但坛经却没有批评这四句。慧能与法如神秀同门，不可能批评普及，难道不可以批评法如与神秀时代的禅风吗？其实东山门下念佛静心流于形式的是香的禅风，北宗学者杜斐也在慨叹批评了。如《传法宝记》说，今之学者将其念佛令静心为伪相之谈，不知为之，未得为德。悲夫！其勿念性本空，焉有念处？净性已极，夫何静心？念境都亡，自然满照。余系僧可有言曰：四世之后，变成明香，信矣。这位北宗学者在慧能生前就对当时的静心方便加以批评，慧能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了解禅宗的当时史实，确信坛经所批评的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风，慧能也出于东山门下，但是深一层的禅。神会继承慧能，也就批评当时的禅学，所以部分与坛经相同，而主要是批评神秀门下普及的禅学。慧能批评神秀，其实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神会批评普及，师资相承，与历史是完全符合的。不知道黄梅四祖、五祖以来的一般禅风，但凭一部《神会语录》以辟当时的禅学为例，想证明坛经为从《神会语录》中超出凑成，这怎么能成立呢？第三项圣严法师法古全集的论点。有关禅宗六祖慧能的事迹与禅法，在圣严法师法古全集有详细的论述。至于修行实践法门不看心不看境之依据的部分，详见以下的内容。一、六祖的时代佛性思想的信仰已非常普遍。如来藏在不同的经论中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但指的是同一个观点，例如佛性、自性、法性、本性、如来藏、法藏、真如、清净心等都是。六祖坛经中提到六祖慧能曾为无尽藏比丘尼解释涅盘经的妙义，此外他也在广州法性寺见到印宗法师讲涅盘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及出于涅盘经，可见六祖慧能当时所处的环境，佛性思想的信仰非常普遍。二、六祖坛经的修行实践法门不看心不看境之依据。六祖坛经说修行般若行，持诵金刚经就能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所谓般若行，是指离一切境而无生灭，能够来去自由，通用无滞，住一一，它就是不住、不往、亦无来的大智慧。以此智慧关照一切法而能够不念、不忆、不着，这就是见性成佛的般若三昧。在六祖坛经中也特别强调摩诃般若波罗蜜，并且要大众以清净心来念这句话，能得智慧。念时不仅是用口念，而且要心口相应，可见这是修行的方法。他把摩诃解释为广大的心量，如虚空无有边，没有一法可得，因为自性真空。可是六祖坛经又提醒我们，不要认为是空就以空心静坐而成无记空，也就是说，既对一切法不可执着，也不可让心中成为一片空洞。这还是从修行的方法来肯定，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一般所说的审空至极就是悟境的观念。禅宗的悟是指在活活泼泼的生活中不受任何境界所动摇的心。另外，从探讨圣严法师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了解六祖坛经的思想系统，内容如下。从中观的立场看般若，若得般若即见诸法自性是空，那就是目的，不再另有如来藏、佛性、法性等目的可求。可是从如来藏系统来看，般若只是功能，不是其本体，功能必定有其所属，所以产生了如来藏和佛性等思想。于是六祖坛经虽让人见到般若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这是非常明显的事。第四项，杨慧南教授的文章的论点。台大哲学论评第11期刊载了杨慧南教授之文章，道信与神秀之禅法的比较兼论，慧能所批判之看心看境的禅法，内容多处引用中国禅宗史，但是有诸多论点与印顺法师不同。例如以下的看法，慧能所批判的禅法，与其说是神秀普及的禅法，不如说是弘忍道信的禅法。慧能不但批判了他的师兄神秀，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师父弘忍和祖师道信。印顺法师主张六祖慧能的禅法才是东山法门的正传，是秉承自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以下是部分内容摘要。看心二字更值得注意，因为那也正是前引北宗之《大圣无生方便门》一书的用语。看心若镜，明镜心地，即用镜心眼，无边无涯即远看，乃至常用镜心眼看等等。同时无可置疑的看心也是慧能所致力批判的禅法。有关道信的看心禅法，楞家师资记还列举了知心体、知心用、常觉不停、常观身空寂，以及守一不疑等五事。其中对守一不疑疑是有较详细的说明。守一不疑者，以此静眼，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经常不动。其心欲驰散，其手还射来，以绳系鸟足，欲飞还撤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从这段描写看来，我人更可确定道信与神秀二人之禅法的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则是慧能所批判的看心、看境乃至不动不起。事实上，不但神秀的禅法相同于道信，神秀的师父弘忍的禅法也自然相同于道信。前引弘忍提倡念佛，坐禅是一明证；下文所引之看一字的禅法，更是另一明证。而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性空即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出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正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迥处独一高山，山上陆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弘忍的这种禅法，不正是道信、神秀的禅法吗？所以笔者认为，慧能所批判的禅法，未曾指明道信，而神会却说那是神秀普及的禅法。但是慧能所批判的禅法，与其说是神秀普及的禅法，不如说是弘忍道信的禅法。慧能不但批判了他的师兄神秀，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师父弘忍和祖师道信。承上文，杨慧南教授认为慧能不但批判了他的师兄神秀，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师父弘忍和祖师道信。笔者认为，因为各代祖师所处时空不同，所遇的普罗大众的时节因缘有异，禅法也就有演变了。六祖可说是道降火宅的契机，他自身就是悟后起修，在猎人队中修炼六度万行。后来在广州遇到岭南第一法师印宗法师而剃度，现出家乡，更借着因此而产生的一徒一师关系，而能开东山法门，弘传圣教，续佛慧命。加以考诸中国禅宗历史，
明古今之时运变迁将会遇到唐武宗会昌法难。如果当时禅法仍然停留在北宗看心看境那种有相关法，那么禅宗发展将会如同六祖所说的看心看境，却是障道因缘而难以弘传了。有关六祖对东山法门禅风的评论与南北宗比较，作者与印顺法师看法一致，而引用影响中国佛教界很深远的大乘起信论来说明，提到离念与无念在起信论原意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神秀与慧能的禅门不同，不如说神秀依生灭门，从始觉而向究竟；慧能依生灭门的心体本净，直入心真如门。内容摘录如下：慧能首先批判了看心这一禅法的错误。他以为凡夫的心是带有烦恼的，因此是虚妄不实的。既然是虚妄不实的，有什么可看、观察、探求的？依照《楞伽经》等如来藏系经论的说法，只要我人透过禅定等功夫的修行，即可去除烦恼，还其本性清净的面目。而看心、即智、看境的禅法，即是此一思想下所发展出来的禅法。离念与无念在起信论原意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神秀与慧能的禅门不同，不如说神秀依生灭门，从始觉而向究竟；慧能依生灭门的心体本净，直入心真如门。总之，《楞伽经》为起信论所带，《摩诃般若经》为金刚般若经所带，是神秀与慧能时代的共同趋势。后来，《楞严经》盛行，《楞伽经》再也没有人注意了。如以为慧能神会以《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那是根本错误的。第五项，陈平坤教授的论点。陈平坤的文章有谈到看心看境的禅法，指出北宗神秀普及浮沉看境方便通经有益于六祖慧能南宗禅。又强调六祖慧能的批判神秀看心看境之有相禅，是要将特定行仪导归于禅修的根本精神。所以，相对于传统佛教或当时禅宗各派，六祖慧能所扮演的是一个超越者，而不是反对者的角色。以下是详细的内容。五祖弘忍旁出弟子神秀普及的北宗，主张浮沉看境，方便通经。依据五部佛经发挥所谓五门，主张观心看境，时时熄灭妄念，最后达到解脱。今言不同者，为秀禅师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最后再看一下慧能所谓无相说。慧能一言说明无相义，即是离一切相，是无相。重要的是，无相者绝非要求人不认识善恶、是非、大小等，而是说见色闻声、觉处、知法，只要不被万境所染即可。就于一切万象、万境之分辨当中不取不舍，不染不着，此即慧能无相之真实内涵。此无相法门之最重要关键在何处？就是慧能强调无相乃必离开任何一切相，连法相或境相也要离开。因此慧能南宗禅反对看心看境之神秀有相禅。北宗神秀观心论即云，在神秀看来，心为时时觉察而擦拭之对象，是仍执于心境、心相。关于此，慧能极力反对神秀观心看境说，故敦煌本坛经第八慧能记如此云。陈平坤又引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出现的看心看境来论北宗神秀的禅法，强调看境的虚妄是在离行觉相的清净本心上横生了一个净相。好比金沙虽然是干净的，但是置放在眼睛里面，眼睛就不清净了。这种净相看来好像是清净的，但实际上是由执相的妄念所产生的。如果不了解这个真相，真如的正念就会被这种净相所缚绑了。详细内容如下。此之看心看境乃指北宗神秀禅。一慧能本性净，净无形相，看境则为净相所系，而心本是清净如虚空，
无所能看又无所能执，看心则为心境所居。所谓看者，乃执着法相或境相，损自本性。南宗慧能禅思想及追求无相之最高境界，故极力反对北宗神秀所主张看心看境之有相禅。由此可谓，就从整个佛教禅宗哲学和庄子学的思想内容而言，则南宗慧能禅和庄子学思想的关系最为相似。看心不成，看境或可成就。同样不可。六祖曰：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境，却生境妄。自性本然清净，不待人看。若习妄看境，时时服侍，凝心住心，专注一境，非但不能得境，反又升起作为妄法之境。看境之妄，为在离行觉相之清净本心上恒生一境相。如金沙虽净，至于眼中，眼则不净。此境相看似清净，实则亦为执相之妄念所起。若有不知，真如之念即被此境相所缚。慧能重在从般若观慧的修行精神来看待一切特定功夫形式的意义，因此在对某种特定行仪发表意见时，便表现了批判的意味。那是要从批判中将特定行仪导归于禅修的根本精神。因此，慧能相对于传统佛教或当时禅宗各派所扮演的角色，真正应该是一个超越者，而不是反对者。这在《坛经》的许多观点表述中，都表现了同一意趣。譬如说，不论禅定解脱，以及对禅定、坐禅和往生净土等传统看法所发表的观点便是。请参见宗宝本《坛经》大正藏册48页349下，顿黄本《坛经》大正藏册48页339上340中。第六项其他学者的论点。一、丁福宝居士的论点。丁福宝所做的兼注主张经文要用看心看境，并且附加说明原因，内容摘录如下。俗本皆物作着心着境，敦煌堂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答看即是妄，无妄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无垢即无境，境亦是相，是以不看。按北宗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境辟之。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坐而修禅，习虑凝心，以就明心性之术也。达摩来此，法始盛于中国，与从前之四禅八定不同。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俗本皆物作着心着境。二、圣印法师的论点。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的主张。该书出版发行于西元1980年。从出版的年代来论，是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引进日本发行的电子佛典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前。由上文的诸多探讨可知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或学者与法师之间看法有异。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的主张。该书出版发行。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的主张。该书出版发行于西元1980年。从圣印法师在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会被这个烂。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的主张。该书出版发行于西元1980年。从出版的年代来论，是在中华电子佛。哇，这真是。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圣印法师在坐禅品第二段的翻译后，提出自己对不看心不看境的主张。该书出版发行于西元1980年。从出版的年代来论，是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引进日本发行的电子佛典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前。
由上文的诸多探讨可知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或学者与法师之间看法有异。原书内容摘录如下：顿教不取，看心看境，看即是观看是幻智作用，因此看即是望，嫌其心有所住而又立境相。这样的做法不过是以幻望亦幻望，毕竟未能直达心源，所以不就近，不可取。要是真正能自证自见真如自性，那么自有其动静一如的真不动在，又何须多费看心看境的功夫？3. 行东风的论点。隋唐时代的禅法是比较机械和规范固定的，在较大程度上保持着印度禅法的旧有格局。因为佛教的禅法本来就在观想内容和操作形式方面有着系统的规范程序，用胡适的话说，叫做印度禅重在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当时禅法还比较繁琐、死板，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隋唐时代的禅者简化禅法的努力还不够彻底的结果。虽说当时流行的禅法还保持着印度禅的基本风范，但是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印度禅。在隋唐时代的佛教禅学中，一方面在具体的修习实践中尚未突破传统佛教的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逐渐地提出了自然任运、无修无为的一般要求。这种矛盾状况必然促使当时的佛教禅法出现新的突破和发展。当时在修行实践上，形成简易反对繁琐、直乐反对曲折、放任反对拘束等新兴趋势，孕育着一种更为成熟的中国禅。慧能认为，如果宗教实践活动采取规范固定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把心性当作某种固定限制的存在去直求把捉，而这样被限制的心性并不符合心性的本来面目。如神秀北宗的看心看境，把心限定起来而直求把捉，其结果便是愈求愈失。所以说，看心看境却是障道因缘。没有固定规则、通行规范的修行形式，难以重复和普及，这就意味着它不是规范化的实践手段。慧能提倡的自悟自修，注重个体的心理体验，反对修行活动采取固定划一的形式，表明他要求在宗教实践中排斥规范化、模式化的方法。第4节南宗神会批判，看心看境禅法之论点。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顿渐品第8提到神会，从北宗神秀大师的荆州玉泉寺来参礼六祖，但是竟然问和尚坐禅还见不见？结果被六祖慧能大师以拄杖打3下。接下来有机锋对话，经过智慧开导后，神会知错，知道自己在愚弄人，而向六祖礼拜悔谢，悔改谢罪。接着六祖又进一步谈自知自见无法代替他人迷，如果能心悟而自见性，就要依法修行，悟后起修，千万不要问别人见与不见。终于神会再度礼敬六祖100余拜，求谢过谦，扶请给示，不离左右。可知六祖反对北宗坐禅、看心看境之禅法，后来神会不再回北方道场，而且也反对看心看境的禅法了。归峰宗密的《禅源诸全集都序》提到，菏泽神会批判北宗人坐禅时你心就差错了，看心是失真指的。因为心如果可看，就是境界，但是真知非境界，所以不可用智识证明了解。详细内容如下：觉首等9菩萨问文殊师利言，云何佛境界智，正悟之智？云何佛境界之本有真心？文殊答智云：诸佛智自在三世无所爱，过去未来现在世无不了达，故自在无碍。答之云：非是所能是，不可是事者，以是属分别，分别即非真知，真知为无念方见也，亦非心境界，不可以致之。谓若以致正之，即属所证之境，真知非境界，故不可以致正。撇起照心，即非真知也。故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论云：心不见心，
菏泽大师云：你心极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指，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其性本清净，不待离垢或方净，不待断疑浊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六宝性论中，极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净。故云其性本清净，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净不待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异而不自悟，故佛开示皆令悟入。马祖道亦主张平常心是道，不修不作即是禅，即心即佛。而他所说的平常心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圣人的境界了。宗密的文章有提到神会批判北宗看心看境禅法的原因，并且调和禅门教下对立之见解，内容如下：习妄者，习我法之妄；修心者，修唯识之心。故同唯识之教，既与佛同，如何毁他见门习妄看境时时服侍凝心住心专注一境及家夫调身调息等也。此等种种方便，悉是佛所劝赞。净明云：不必做，不必不做，做与不做任逐机宜。凝心运心各量习性。当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时，元顿本宗未行北地，为神秀禅师大洋建教，为二经法主三地门师，全称达摩之宗，又不显即佛之旨。曹溪菏泽，恐元宗灭绝，遂呵毁住心服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况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师教授，各皆应可为一方师。达摩以闭关教人安心，外指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此外，释性广，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印顺导师禅学思想研究，台北市法界出版社2001年第4章第2节第329至330页批判中国禅宗，第2章第3节之3之3第152页探究禅宗历史，都是值得参考的，但其见解多处异于笔者往昔所学的，又有平时居士对印顺法师的见解不认同。他所创立的正觉教团于2010年在法界卫视台有弘法节目，谈三乘菩提与无相念佛等专题。第5节小节，开悟圣僧云：法身体性不牢看，看则住心变作意，作意还同妄想团。可作为六祖慧能大师反对看心看境的辅助说明。张献生提供的网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素琴横越短笛吟风雅护。奇摩部落格利用括号表明里面的字才是正确字，他认为做产品经文应该采用看心看境，今摘录如下：善知是此法门中做禅缘不着看，心意不着看，境意不言动。若言看心，心缘是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境，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复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境，却生境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境无形相，却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境服。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境却是障道因缘。物不修善，腾不造恶，急断见闻，荡心无着。这4句是形容自性之本态。自性本清净不动，圆满具足。只要一旦豁然自悟自见，绝不依赖有为造作。只要能保任自性之本态，随顺处于诸恶而不染不断，随顺处于诸善而不伐不休，犹如流水随山转一般，虽欲取欲直，一点也不沾流。直见自性而不假借妄缘之力，亦复如是。佛教法师的著作对禅法的论述也很多，网站资源也很丰富，但是限于篇幅与环保，只有摘录较熟悉的部分如下。如来大圆觉性海，得念失念，无不是解脱，成法破法，都名为涅盘。智慧与愚痴，统名般若。菩萨与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道，
无明与真如同一境界，一切界定会与一怒痴，皆是清净梵行。众生与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堂皆为净土，有情无情，其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此乃如来随顺觉性所证得之圆觉境界。迷人之一念受一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故人一念觉则一念佛，念念自见自觉则念念自见自性法身佛。佛界众生界，一界无别界，见性不由他，见性成佛与佛正等无异。慧为母，定为父，定慧一体，父母各为另一半，一阴一阳之谓道。读经时界定慧都有，比打坐要好很多。参考净空法师弘法。永嘉正道歌说：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私心意识，是以禅门了却心，遁入无生之见力。子门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是不动，采用否定语气，就是有告诫与劝阻的用意，那是出自于爱护弟子的爱心的。类似告诫弟子们，磨砖不能成镜，枯坐式的禅修是不能成佛的。如果说不着心意，不着境意，不是不动，那就变成对普罗大众通俗的讲经说法的用语了。因为不着心，是一般用语的语气，而且不执着是一种常识，所以也看不出有特别告诫的加强语气，而且还有被误解为不用心、不注重清净的可能。这对初学者也可能造成玩空或掉举，无法至心一处，内心无所归依之状况。还有经文用不着心，亦不着境，就与禅宗典籍出现的北宗禅法看心、看境无法搭配了。禅修实践的指导者信广法师主张修定时，初学者最好眼睛闭起来，以免受所见物之干扰。2010年6月25日法界卫视台。信心持戒修定均是宗教的经验，学禅要先守戒正心念，以安般念之禅功训练心的安定，作为未来开发智慧的准备。注意呼吸时人中的感觉，数呼吸1至8，训练心的专注看心。如果是看守心，也是属于有为法，是未达最上乘的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心经提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承上得知最上乘法是无为法，必须是不看心不看境的。开悟圣僧法语可作为不看心不看境禅法之参考者很多，举例如下。道本源成，不用修正，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清净觉性应机皆物，扬眉顺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直见本性，明之为禅，不见本性非禅也。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叶尊者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是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此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本性空寂，莫取诸香，即合圣意，离一切香，即名诸佛。参考2010101031如本法师讲解楞严经法界卫视台，奢摩他乃定之别名，可参考首楞严经。奢摩他三摩禅那是别名。参考990626廖荣为院长讲解楞严经法界卫视台，戒得庄严正见具足才可禅修，以免有经验后就贡高我慢。参考三规五戒闻得正常的宗教经验，从信、愿、悲、戒、定、慧中取得。参考990626信广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参禅的禅不是四禅八定的禅，四禅八定的禅有心有厌，而参禅的禅是无心无厌的。
中台禅寺出版诗的简易禅修教本批，以四悉谈看经文用字该用着心着静或看心看静。一，前者较早与印度禅法有关，后者较晚与中国唐代禅宗北宗禅法有关，时空背景、人事时地物之因缘不同。二，与佛教八大宗派之观摄与天台宗止观禅法之关系。三，初期佛教的禅法。四，外道的禅法。参考信广法师著作《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的实践》批人天的禅法。PPP 声闻的禅法定学会学。圣义空观大圣的禅法大圣六度之禅波罗蜜谈动机与内容。参考义顺法师著作《成佛之道》，提及中观是深观，大智度论是广行。广论略论可参考。今年信广法师在法界卫视台多次弘法，讲解禅修的理论与实践，提及其硕士论文改写的著作《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的实践》，内容颇多，值得参考处，仅摘录部分以供参考。禅法分类与归纳 P260， 弥勒菩萨 P263， 太虚大师宗喀巴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及古印度禅师。禅定是共世间善法，第一关键是入出禅。进入会观，四无量定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共世间的，总名为慈心，以慈心为主，想修定就修四无量定，因与利益众生的出世间法有相通处。参考990713信广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人际沟通，3分靠言语，7分靠诚意。修慈心禅可化解人间对立，参考990714信广法师弘法讲禅修理论与实践法界卫视台。长生欢喜心可得身心清安，长生气则身心着重。天台宗禅法的6随念之术，随、止、观、还、静与看心看静有关否？有。应该定会等持，止观双运。禅法分流的历史 P290。如何观因缘以度愚痴？参考990716信广法师弘法讲禅修的理论与实践，法界卫视台。持大悲咒是千光王敬助如来教导观世音菩萨以帮助他度众生的。持大悲咒有助道悟宏展，有助慈心三昧，修慈心定，讲经说法来听的人会增加，得大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做护摩做得起来。现役去道场会得附和，说的话会被信任听从，要说得慈悲圆融，能说柔软语，家人与小孩会合作与听话。说的法语口语变成妙法，得辩才无碍。持大悲咒有助禅定很稳定，心情不浮不烦不躁郁。参考990715地清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也可参考990715法界法语法师弘法提及禅宗6祖慧能大师与神秀大师之寄语，法界卫视台。修行参禅悟道求明心见性，应该离文字香，离名字香，离言说香，离心缘香。心缘就是执着，因为离一切诸香，即名诸佛。须知业尽情空，三空、我空、法空、空空圆满，才能开悟。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断不生净土。参考990716如本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六祖坛经所说的坐禅不在于打坐，乃在使得自己的心当下不起杂念而能见到不动的自性，叫做禅。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内心自然不乱，所以也叫定，并且说这是真正的禅，真正的定。从外面看叫做禅，从内看叫做定，实际上坐禅、禅定是指同一桩事。圣严法师108自在语第3集得到广大的回响，内容可作参考处如下。53世俗境，身如玉树临风，心如平湖秋月。54修行境，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55悟后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56
有相无相有无相，真空假空真假空。圣严法师108自在语第3集108阿戴奇斯奥夫威斯德姆帕特3中英文版对照。3内容可作参考处如下：禅法即是心法，万法由心生灭。斯塔迪奥夫伊斯，斯塔迪奥夫名，奥尔菲诺梅纳阿尔马尼福斯塔申斯奥夫名，大梦神先觉，离梦想颠倒。惠弗维克斯弗罗姆西斯内弗恩丁德里姆奥夫尔威尔贝法雷莫夫德弗罗姆伊鲁西申斯恩因弗蒂德维尤斯。走路健康练身，更可修行练心。快走趋浅忘情，慢走发会习定。莫尔金伊斯 A 格雷特维托特兰博迪彦名，莫尔金。法斯特海尔普斯迪斯佩尔伊卢西申斯，莫尔金斯洛利海尔普斯纳蒂尔康森特勒申恩威斯德姆。圣严法师108自在语第4集108阿戴奇斯奥夫威斯德姆帕特 IV 中英文版对照。4可供参考处公路如下。要和外在环境和谐相处，首先要跟内在的自我和平相处。夫尤沃特托哈蒙泽威特恩维隆门特菲尔斯特哈蒙泽塞尔夫。总之，33昧是3种禅定境界，是3解脱门，内容就是要达到空、无相、无愿、无作，是与六祖慧能大师的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之思想一致的，如此才有助证无生法忍。没有更